幾十年嚟喺土耳其東部海拔2000米嘅高山上面，多年嚟都俾人蒙上一層神秘嘅面紗，因為好多人都深信呢度有傳說中嘅羅瓦方舟啊。近幾日一份最新嘅掃描報告曝光，研究團隊宣稱喺地底下面發現咗一啲唔尋常嘅物理結構同埋人造嘅幾何邊界，再次令呢個地方成為咗大眾嘅焦點。究竟呢度係咪就係羅瓦方舟嘅最後停泊地呢？主流學者又點樣去反駁呢啲嘅理論呢？我哋即刻開始一周嘅神秘新聞啦！大家好啊，阿基啊，咁今個星期咧，如果講頭等大事，當然就係特朗普又捲入咗槍擊事故啦。不過呢啲話題咧，應該會同阿君仔先再討論啦。咁既然今次咧係一周神秘新聞啊嘛，咁今次呢個主題咧，咁我都喺無意之中喺 YouTube 見到 Fox News 啊，有新聞就講羅瓦方舟啦。咁醒起呢個 topic 好似冇乜講過喎。咁然後做下資料搜集啦，咁我覺得呢個都幾多嘢講啊，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加上上星期條片啦，講科學家神秘失蹤或者死亡嘅專題啊，反應都算幾好啊！咁睇嚟大家都係中意有少少故事咁啊，多過齋讀新聞啊。咁可能我會再微調一下啦，咁睇下邊個方式咧會比較多人中意啊，或者我自己做得開心啲啊。咁就再做影片同大家講下啦。不過呢個系列嘅重點咧都係搜集一星期有啲咩新聞咧值得我去開一集去講嘅。咁今次呢篇講羅瓦方舟都唔例外啦。好啦，事不宜遲啊，直接進入主題啦。咁講呢單新聞之前咧，首先都要講一講個地點先嘅。咁呢個咧就叫做杜魯普納爾遺址啊。呢個地方咧就係位於土耳其同埋伊朗邊境附近嘅一個高海拔嘅區域啦。咁喺1959年嘅時候咧，土耳其陸軍嘅同名啦，杜魯普納爾上尉 Captain Ilhan Durupina 喺執行北約高空拍攝任務嘅時候咧，咁第一次發現咗呢個好似一隻大船咁啊，兩頭尖中間闊嘅地貌啦。咁之後呢個地點咧就用佢個名嚟命名嘅。但係啦，正如頭先都有提到啦，呢度正正位於土耳其同埋伊朗嘅邊境敏感地帶啊。大家都知啦，呢個地方係地緣政治非常之複雜啊嘛，所以咧長期咧就俾土耳其政府咧列為邊境嘅敏感區，領空咧就受到嚴密嘅監視同埋管制啦。咁所以近幾十年，外國嘅研究團隊咧基本上都好難申請到正式嘅許可啊，更加唔好話咧要帶大型嘅探測器材或者無人機入去啊。咁講翻今次呢件事件啦，咁呢個團隊咧就係由美國人安德魯宗斯啊Andrew Jones 帶領嘅羅瓦方舟掃描計劃 Noah's Ark scans 佢哋喺近年咧就用兩種嘅掃描技術啦，分別係地面穿透雷達啦 Ground Penetrating Radar GPR 同埋電阻率層式成像啊 Electrical Resistivity Tomography ERT 咁揾到地表下面咧一啲唔尋常嘅物理結構特徵啊，團隊量度出咧呢個嘅地貌嘅實際長度咧大概係157公尺啦。咁同聖經啊創世紀入面記載羅瓦方舟嘅長度咧係300踭啊，咁係即係一踭咧就介乎0.45至到0.52公尺之間啦。咁所以咧300乘以0.52咧，咁啊就係156公尺啦。咁啊同前者講嘅157公尺咧，其實真係好吻合嘅。咁而佢哋咧除咗發現呢樣嘢之外啦，團隊亦都聲稱掃描見到一條沿住船身中央延伸嘅一啲走廊嘅結構啦，同埋兩側咧就呈現直角嘅線性特徵嘅。咁大家都知啦，通常啲人咧分別嗰樣嘢係咪人為啊，就係睇嗰個結構咧係咪直角噶嘛。咁所以啊，團隊嘅官方聲明都係咁講啦，佢哋咧強調呢啲嘅平行線啦同埋直角嘅結構咧喺自然地質咧就比較罕見嘅，咁傾向咧就解讀為人造嘅痕跡咁講。咁頭先講嘅計劃負責人安德魯啦，咁都話啦，如果呢個地方咧只係一塊硬嘅岩石或者係泥石流沖埋嘅一堆碎石啦，你根本咧就唔會預期會見到呢啲咁樣嘅結果嘅。咁但係相反啦，如果呢度真係一隻符合聖經羅瓦方舟規格嘅人造船隻啊，而家掃描到嘅嘢咧就完全符合預期啦。咁聽完探測團隊嘅數據啊，有直角結構啊，尺寸又吻合啊，咁係咪代表羅瓦方舟就埋咗喺呢度咧？咁其他學者又點睇咧？咁以下咧我就會講翻一啲學者嘅反駁啦。咁首先啦，就係地質學者咧就話咧呢個遺址所謂嘅船形外觀咧，其實咧就係當地特殊地形同埋泥石流動力學共同作用嘅結果嚟嘅。咁即係咧，周圍嘅泥土同埋岩碎啦，喺重力嘅水流沖刷之下，沿住一塊堅硬突出嘅基岩流動啊，最終咧就俾大自然塑造成兩頭尖、中間闊嘅流線形。咁簡單啲嚟講啦，就係想像啲泥水咧撞到一嚿好大嘅大石，咁咧沿住大石嘅形狀咧，沿住兩邊流走啊，喺視覺上面咧產生咗一種類似船隻輪廓嘅錯覺嘅。咁至於雷達信號入面點解會出現咗一啲直角啊同埋平行線啦？咁地質學家 Lawrence Collins 同埋早期嘅探險者
David for sold. 共同發表嘅地質調查咧，就提供咗化學機制嘅解釋啊。咁佢哋就話岩石嘅樣本測試顯示咧，當地咧就富含呢個褐鐵礦。咁褐鐵礦咧就係特定嘅地質啦、擠壓同埋風化嘅過程入面咧，會沿住節理啊同斷層咧產生一個正交嘅斷裂啊。咁即係話呢一啲富含鐵礦嘅一啲岩石咧，受到特定嘅壓力同埋風化嘅時候咧，就會裂成一格格四四方方，好似豆腐咁樣嘅形狀啊。咁就形成咗一種睇落好似好規則嘅直角岩塊。咁所以咧，探測團隊話喺雷達照到直角啦，所以認為呢個係人造嘅船艙啊。但係咧，地質學家咧就用翻頭先正交斷裂咧去解釋啊。大自然嘅岩石咧，本嚟咧就可以自己物理列出完美嘅直角同埋平行線啦，係完全唔需要人造嘅。咁仲有其他證據反駁嘅，咁即係例如岩石嘅樣本啦，係冇木頭成分啦，亦都係原生嘅火山岩系啊。咁既然係原生啦，即係話係土耳其當地嘅話咧，就唔可能係由米索不達米亞平原，即係而家嘅伊拉克地區啊，而嚟嘅一啲嘅人造建材啊。咁呢個代表啦，唔會係由聖經大洪水故事或者係吉爾加美什史詩講嘅造船地方而嚟嘅。咁反駁今次研究嘅人都真係唔少噶，咁仲有地質學家 Andrew Snelling. 就由資源分配角度去推理啦，咁認為咧方舟嘅木頭咧應該咧係會俾人起晒咧嚟做屋啊或者家私啊，咁所以咧今日咧幾乎咧唔可能揾到船體嘅一啲殘骸啦，否定咗咧木造船隻可以流傳到而家嘅可能性啊，因為咧佢話啦，因為落船之後咧周圍咧就並冇現成啦可以即用嘅木材咧可以令到佢哋製造呢一啲 shelter， 木材咧就會回收翻去做其他用途嘅。但係咧，我就覺得呢個嘅論點咧，雖然係合乎邏輯啦，但係用呢樣嘢咧反駁咧，就我覺得冇乜說服力啊。因為我哋用現代人資源回收嘅想法啦，去代入古人嘅思想咧，就已經有啲牽強啦。我都可以話噶嘛，木頭方舟可以作為同神有連結嘅媒介啦，完成咗任務之後，我再保留都合理噶嘛，係咪先？咁我就覺得咧，如果佢呢個觀點咧有更加多嘅佐證咧，去加強佢嘅說服力咧，就會比而家咧齋講邏輯推理咧就會更加好啦。咁睇完呢單新聞之後啦，我自己都有啲疑問嘅。咁面對住一啲反對聲音啦，都係因為一啲證據不足啦。咁究竟安德魯嗰個團隊咧，究竟咧會唔會進行啲挖掘啦，從而咧去更加去支持佢自己論點咧？咁我就揾翻啲資料啊，我有樣嘢都覺得幾有趣啊，可以解答翻呢個問題。咁咧就係咧，我揾佢做呢個掃描嘅時間咧，就發現咧佢哋原來喺2014啊、19啊、2021之間咧都多次掃描同埋採樣嘅。土耳其嘅實驗室咧就喺2024年咧都有分析嘅報告啦。咁點解咧？去到最近啊，即係2026年咧，先至公布或者開始多啲主流媒體嘅報導咧。咁啊，唔計一啲數據，佢本身啊要做幾個月嘅時間去反覆對比啦。其實咧，我自己認為啦，都係同一啲地緣政治有關啊。咁頭先都講到啦，嗰度係一啲邊境嘅敏感區啊，即係一啲軍事嘅禁區嚟嘅。咁啲研究成果，無論係啲咩都好啦，都要經過當地嘅大學處理啊，甚至乎要申請運送出境咧，都係必須咧係要經過一啲極度嚴格嘅一啲嘅審批噶嘛，手續咧係非常之複雜嘅。再加上咧，我認為最重要咧就係安德魯呢個團隊咧，始終咧都係靠一啲私人捐贈嘅一啲民間組織啦，缺乏一啲嘅穩定嘅資金啦。咁我自己搜集資料嘅時候咧，都發現咧，佢自己都有拍紀錄片嘅，關於呢件事。咁所以咧，我相信咧，佢都係要配合翻呢個自己嘅紀錄片去推出啦，再做一波宣傳啊，去吸引一啲多啲嘅投資者啦，咁就可以引發到一啲輿論啊，去支持佢去做一啲新一輪嘅籌款啦，同埋做一啲新一輪嘅行動啦。咁所以咧，我都希望咧，佢手上嘅證據咧，可以吸引到一啲嘅贊助啦，再揾到多啲咧關於方舟嘅證據俾我哋睇下啦。咁去到影片嘅最後啦，都想同大家講下嘅，其實一路咧都有好多宣稱啊揾到方舟嘅團隊噶嘛。咁例如咧1955年嘅法國嘅探險家啦 Fernand Navarra. 佢喺阿拉納山嘅冰川裂縫咧，就挖掘出一塊經過人工切割嘅木頭啊！當時咧，佢又深信自己揾到方舟啦，仲鋸咗幾塊咧帶翻歐洲啊！咁雖然咧最初咧就有專家估計啦，木頭咧就有幾千年歷史啦，咁但係咧後嚟碳14鑑定顯示啦，咁呢啲嘅木頭咧其實咧係公元6世紀至到9世紀嘅，即係中世紀嘅時候嘅產物嚟嘅。而另外一個古仔啦，咁就係呢1970年嘅 Ron Wyatt. 咁佢都同今次嘅新聞嘅團體一樣啦，宣稱杜魯普納爾遺址咧就係方舟啦，仲喺附近咧揾到幾塊刻有十字架嘅巨大矛石啊！佢形容係方舟用嚟平衡重心嘅。咁不過咧，考古學家調查之後咧就發現啦，嗰啲石頭咧其實係古代咧亞美尼亞人嘅墓碑或者立石啦，十字架咧更加係後嚟先至刻上去嘅。
咁至於咧，我哋香港咧都有基督教組織影音使團啊，就派遣呢個探險團啦，就前往土耳其嘅阿拉納山啦。咁喺2004年同埋2010年之間又推出咗紀錄片啦。咁啊分別咧就係挪亞方舟啟示錄1同2，我記得自己都有睇過第一集嘅當時。其實第一集嘅時候咧，喺2004年啦，不過2004年咧都係好細個嘅時候睇㗎啦，即係我唔係 Google search 咧，我都唔知道醒唔起係2004年啊。咁當時我印象中咧就喺山上面咧見到啲木板咁樣樣啦。咁幫我做啲資料搜集咧，就係話佢哋係形容咧係木造嘅梁柱同埋樓梯嘅結構啦。喺印象之中，成套紀錄片咧都係話佢哋去到即係由香港出發去到阿拉納山嗰度尋找啦。咁但係到最尾咧，佢哋係即係除咗揾到木頭之外咧，嗰個自己認為嘅證據咧，就係啲攝影機啊開始出現啲雜訊啊、干擾咁樣樣。咁佢哋當時咧就我自己好細個啦，覺得都幾有說服力喎，即係冇理由高山上面有木頭噶嘛咁樣樣，即係好細個啦。咁啊冇諗過會有機會啦，我話有機會啦，會有人造假或者係帶上去啦，將啲木板。即係當時我就覺得係咁樣樣啦。咁至於第二集咧，咁佢聲稱咧就喺阿拉納山啊，都係喺佢哋4000米嘅冰層嗰度咧揾到一啲巨型嘅木結構啦。咁啊並且咧係聲稱99.9%咧係嗰度有方舟遺址嘅。不過第二集咧我就自己冇睇過嘅，我都係做資料搜集嘅時候見到佢有咁樣嘅形容啦。不過當時咧團隊入面嘅核心顧問啦，美國嘅考古學家 Randall Price 喺事後咧就公開反目啊，指控咧呢次嘅發現咧係一場騙局嚟嘅，質疑現場嘅木材咧係由土耳其工人預先搬運上去造假嘅，同埋呢個影音使團咧嗰個團隊咧至今咧都係拒絕公開發現地點嘅精確坐標啦，咁亦都唔准第三方嘅學術界咧入去做一啲嘅獨立核查，咁所以咧主流嘅考古學界咧對佢哋展示嘅木材咧都深表懷疑啊，認為咧海拔嘅4000米啦，缺乏咗氧氣同埋水分嘅冰封環境之下咧，木材竟然可以保存得咁新淨啊，完全唔符合自然腐蝕嘅規律喎。所以咧，啲人咧就話咧呢個紀錄片咧似係宗教嘅宣傳多過考古咁話啦。咁好啦，今集就差唔多啦，咁都係簡單同大家分享一下我揾到嘅資料同埋即係關於挪亞方舟嘅一啲新聞啦。咁我覺得呢個 topic 咧本身都係好吸引人嘅，即係揾一啲關於聖經上面嘅遺址嘅都係嘅新聞啦，或者係一啲嘅消息啊、書本啊，通常都係一啲好引人入勝嘅題目啊。即係例如之前揾過嘅約櫃啊、裹屍布啊，甚至乎係即係死海古卷啊呢啲咁樣嘅聖物嘅時候啦，咁都係一啲好吸引人嘅題目嚟嘅。見到 topic 嘅時候咧，已經覺得話呢個真係好適合我去講喎，咁所以咧我就自己都中意咧揾呢方面嘅資料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好啦，今集就差唔多啦，咁睇下大家中唔中意呢類型嘅 topic 或者專題研究啊。咁如果有啲咩意見啊，或者好似中意聽翻之前讀新聞好啲喎，輕鬆啲喎，咁都可以喺留言嗰度同我講嘅。咁好啦，咁我哋一周嘅神秘新聞，下個禮拜日再見啦，拜拜。